真的，以前墨水在研究易经就是这样子的，看月亮，天天看，然后做笔记。哦，然后呢，三号的月亮是怎么样的，4号的月亮是怎么样的，15月亮是从，或者跟你讲15日的农历哦，15日的月亮是从东边的旁边那边浮起来的，不信你可以试试看。16号才正式的在东边那边浮起来的。哦，然后呢，29号的月亮很难看得到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早上，就是隔天的凌晨早上5点才会出现，晚上不会出现。然后初1的月亮看不到，初2的月亮也看不到，会显现，这意味着什么？初3的月亮才显现出来。哎，第一期擎羊期道没有公开。哦，那个是帝王道嘛，哦，所以叫有道明君，无道昏君嘛。哦，到初2的时候就第2期红阳期，那时候道还是没有展现出来嘛，所以月亮是看不到的。哎，所以那时候你看看哦，释迦牟尼佛弟子那么多，可以得到心法是谁？迦叶尊者莲花微笑，他把心法就传给他了。然后迦叶尊者又传给谁？阿难尊者。我以前的阿难尊者这个人哦，太厉害了哦，他好像一部录音机哦。哦，我们有研究《金刚经》里的就知道，哎，为什么？他本来是佛陀的那个好像表兄弟什么，就是他们的亲戚。啊、他本来是在那个皇冠里面享受荣华富贵，看到释迦牟尼佛哈，对吧？哎，舍弃这一些荣华富贵，然后跑到深山古洞来修行，他也他也出来修道，哦，跟在他的旁边，而且是一个侍从。然后释迦牟尼不管讲什么课，讲什么道理，通通录起来。那时候各位学2500年哪有录音机啊？没有啦。可是阿难的头哦，比录音机还厉害，全部都录在他的头脑里面。这样有没有厉害？录在里面要做什么？等佛陀涅槃之后，哎，他们派了500罗汉哦，全部人到深山，在那一个深山里面去注解经义，知道吗？可是呢，全部进去了，499，全部人都进去了。只有阿难没办法进去，为什么？他没有开悟。阿难就好像录音机竟然没开悟呢，他说一直吸进去啊，他自己没有办法去领悟道理啊，所以他还没进来开悟啊。迦叶尊者就特别来跑他，来找他，全部都进去了，剩下你一个人，他就一直用话激他，一直激他，到最后，阿难真的当下也开悟了，然后他开悟之后就进去了。